台北市的文殊公庙，侪侪信众双手拜拜，心心心意来向关圣帝君参拜。旧历6月24拜一即天是关圣帝君生，民众全工来拜拜。也那行天宫为着要推广环保，对2014年8月份开始就落实禁香啉，无掠香拜拜嘛，一定值当啊！民众拢一定感觉真惯势啊。这个软化的问题啊，所以讲，咱这个宗教。有对着咱这个时代的潮流，我是感觉讲安尼真好。安尼环保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很干净，这足清气上，足庄严的。行天宫表示，真侪地主、善男信女伫透早6点半就来拜拜。这奉财的是关圣帝君，为着要推广文殊宫忠义的信念，行天宫表示，因甲真侪传统的庙事无共款，因无烧金、无拜三星、无庙会社神、无拍金牌、无添油钱、无盈利，嘛无动机。神明要保庇咱世人，看的是咱社人世人的心，甲咱世人伊的行为的好歹。所以其实咱文殊公庙有推动，咱的敬神观念就是啥物？以敬神来拜神，以问心来敬神，以修德来礼神，这3种的敬神观念。也那今年的关圣帝君生嘛，拄啊好是天赦日，民间信仰认为是祈福、忏悔、求好运的好日子。行天宫表示，宗教会当安定人心，嘛劝人向善。行天宫嘛强调，拜神上重要的是反省、改过、行善、甲积德。只要心心心意，神明就会甲你保庇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